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月2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5篇，申命记24章17节，25章第4节，提摩太前书第5章17节到2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赏罚。一般我们说秉公审理所强调的就是要公私分明，赏罚分明。其实这也是从信仰的立场角度来看的标准。但是若是从救恩的角度来看，似乎又不是如此了。因为耶稣说，我是来招罪人，不是招义人。这是互相矛盾吗？其实也不是。因为人被定罪，这样的人才需要救恩。没有罪的人就不需要救恩了。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思考，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定罪，他哪需要特赦呢？特赦的对象是给那一些有罪被关起来的人们。一般自由在社会上走动的人民是不需要特赦的。虽然如此，上帝的特赦，我们说的赦免之恩，是要赐给那一些愿意悔改向上帝的人们，而不是那一些知法犯法的选民。例如我们在台湾看到最近有逮到好几个退休的将军或是军官，他们回到部队里面去找人头成为他们的内应，窃取台湾的军事机密卖给了中国。这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一个重罪，特别是如同美国这么重视信用状态的一个国家，这一类的背信背叛罪其实都是非常重的。这是非常适用在信仰的角度来思考的问题。基督徒不能够像这样的被收买的间谍，或是如同以前在圣经历史当中的犹太人，他们总是背离上帝一样。在信仰上忠心的人，这就是遵守了上帝的诫命。这也是为什么摩西需要重申上帝的诫命给以色列人的原因。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受到了埃及人的宗教文化信仰以及价值观这样的影响超过了400年，他们需要被教导、被提醒、被规范，然后才能跟上帝的准绳标准越来越接近。圣经的诫命这样提到，不可剥夺外侨和孤儿的权利，也不可拿寡妇的衣服做抵押。要记住，你们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上主你们的上帝释放了你们，所以我命令你们遵行这诫命。你们收割而忘记带回家的谷物，不可转回去拿，要留在田里，让外侨、孤儿和寡妇拾取。这样，上主你们的上帝会世世赐福你们。你们摘橄榄、
摘了一次以后，不可再去摘剩下的，要把剩下的留给外侨、孤儿和寡妇。你们摘葡萄摘了一次之后，不可再去摘剩下的，要把剩下的留给外侨、孤儿和寡妇。要记住，你们曾在埃及做过奴隶，所以我命令你们遵行这诫命。可见过去的以色列人受到埃及文化的影响，他们不但是不理会社会上需要关心的人们，如同刚刚说的外侨，或是说寄居的人、寡妇以及孤儿们，他们甚至还抢夺他们仅有的一切。他们这样的行为将会面对将来上帝的审判，并且按照他们所行所为来秉公审理，有赏也必有罚。即便是如同申命记记载的体罚，也应该有轻重之分，不是随意而行的。圣经记载，要是有罪的那人，该受鞭刑，审判官要命令他伏在地上受刑，鞭打的次数看犯罪的轻重而定，顶多打40下，不得超过。若是超过此数，便是公开侮辱他。牛正在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适当的惩罚或是奖赏是必然的，并且是圣经教导的原则。该罚而不罚是违背真理的，该赏而不赏则是招致犯罪，违反了圣经的原则，得罪了上帝。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提到了教会当中服侍者应得到的奖赏。保罗就引用了今天的经文申命记25章，提到说，善于领导的长老们，尤其在讲道和教导上特别努力的，应该得到加倍的酬报。因为圣经上说，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又说工人应得工价。对于主工人的款待，必须要合乎于圣经的原则。相同的，对于犯错，则是应该要指责纠正，并且警惕他人不要犯相同的错误，免得招致上帝的惩罚。保罗说，如果有控告长老的事，除非有2个或3个证人，或者不必理会。要公开谴责所有犯罪的人，好让其他的人有所警惕。我在上帝、基督耶稣和蒙拣选的天使面前，郑重地吩咐你遵守这些教训，不可在任何事上有成见和偏私的心，不可随便给人行按手礼，不可卷入别人的罪行中，要保守他们的纯洁。保罗又说，有些人的罪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早已受了审判；有些人的罪是后来才显露的。教会的服侍者，教会应当给予肯定、适当的感谢，
对于有偏差的，也应该指正他们，避免造成教会服事态度的偏差，影响了整体教会的发展。无论是赏与罚，是在教会的行政或是服事上，其实所要强调的是有规范，要有教导，必须要有要求，但是更重要的鼓励以及奖励，要使得服事更上轨道，更能够蒙上帝的喜悦。诗篇15篇，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坏周礼。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他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不动摇。恳求上主帮助我们成为忠心的主仆，无论是在读经祷告的生活、服事的工作上，都能够忠心的得主喜悦。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